你相信嗎？有一種愛情，可以讓一位皇帝拋下天下，也可以讓一個女人死後仍不願轉世，甚至讓天上的神仙都為他們破例。今天這個故事叫做長生殿，不是童話，而是一場愛到國破家亡，卻仍然不肯結束的愛情。那一年，長安城燈火如晝，皇帝站在高台上，萬人之上，卻忽然在人群之中看見了她。她不是皇后，不是貴族，她只是楊玉環。那一刻，時間像是停住了。她的笑不是討好，她的眼不帶恐懼，而她第一次覺得自己不是皇帝，只是一個男人。他把她帶進宮中，封她為貴妃。從此，後宮3000形同虛設。他們的愛張揚到整個天下都知道。他為她建宮殿、修溫泉、奏樂舞。他為她歌舞、陪伴、微笑。有人說這是盛世的象徵，也有人說這是亡國的開始。他們在長生殿許下誓言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這句話很美，但沒有人知道，當誓言太美，現實往往會用最殘忍的方式來回應。當愛情佔據了一切，國家就開始崩裂。將軍不滿，百姓困苦，朝政荒廢。終於，叛亂爆發了，史稱安史之亂。那一夜，長安城不再歌舞升平，而是火光衝天。皇帝帶着她倉皇出逃，沒有儀仗，沒有尊嚴，只有恐懼。他們走到一個地方，叫馬嵬坡。士兵們停下來了，他們說：我們可以繼續走，但他不能活。那一刻，風很冷，他沒有哭，他只是看着他，眼神裏沒有責怪，只有一種早已明白的平靜。他知道他的愛是真的，但他的身份讓他不能只做一個愛他的人。他輕聲說：如果我的死可以讓你活下去。話沒有說完，但他已經崩潰。那一天，他死在他眼前，沒有宮殿，沒有音樂，沒有告別，只有一條白綾和一個跪在地上崩潰的皇帝。他活下來了，
但那之後的每一天，都不像活着。他回到長安，重建宮殿，恢復秩序，看起來一切都回到了正軌。但只有他知道，那個世界已經不在了。夜裏，他會夢見他；白天，他會找他的影子。風聲、鈴聲，甚至一片落葉，都可能讓他以為他回來了。他開始做一件事，找他，不惜一切代價。他請來道士，說：我要見他，不管他在哪裏，人間、地獄還是天上。道士開始作法，穿越陰陽，走過黃泉，越過天界，終於在月宮深處，他找到了他。她不再是當年的貴妃，而是一個帶着寂寞的靈魂。他看着來者，輕輕地笑了，像當年一樣。他說：他還記得我嗎？道士說：他從未忘記。那一刻，他的眼淚終於落下。天庭破例，讓他們再見一面。沒有宮殿，沒有權力，沒有身份，只有兩個人。他跪下來，不是皇帝，只是那個失去他的男人。他說：我錯了，我用天下換你，但最後天下也沒有了，你也沒有了。他沒有責怪，他只是伸出手，像當年一樣。他說：我們的愛沒有錯，只是太重了。在天界，他們再次來到長生殿。這一次，沒有繁華，沒有盛世，只有看清一切之後的愛。他們再次說出那句話：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。但這一次不是誓言，而是理解，因為他們終於明白，愛不是佔有，不是逃避，也不是犧牲一切，而是即使失去，仍然願意記得。這個故事結束了嗎？也許沒有，因為在人間，每一個愛過的人，都可能是他們愛到極致的人，都會問一個問題：如果再來一次，我還會這樣愛嗎？而長生殿的答案是會。
即使知道結局，如果你也曾經愛過一個人，愛到明知道會痛，卻還是不願放手，那麼請把這個故事留在你的心裏，因為有些愛不是為了幸福，而是為了讓你成為現在的你。